你係咪曾經都試過盯住嗰個已讀不回嘅 chat box，明明知道呢段關係有毒，呢個人根本唔值得，但偏偏放唔低手機，甚至越陷越深？請先停止自責，呢個真係唔係你唔夠清醒，而係你嘅大腦正被一個神秘嘅心理學上稱為間歇性強化 （intermittent reinforcement） 嘅機制綁架咗。大腦最愛嘅並唔係必得嘅快樂，而係唔確定能唔能夠得到嘅刺激。當對方嘅回應變成老虎機一樣隨機，你嘅大腦反而會瘋狂分泌多巴胺。呢個就係點解賭徒明知會輸卻停唔到落嚟嘅秘密。你上癮嘅並唔係佢本人，而係嗰份不確定性。面對大腦嘅盲點，我哋唔需要對抗，只需要溫柔地收返主導權。一齊深呼吸，同自己講：喺呢一刻，我主動收回我嘅專注，掌控自己嘅平靜。你嘅價值唔需要靠他人嘅回覆嚟證明。